咱来看第23届世界台语文化营，伫咧美国洛杉矶举行到第2天，议程当伫咧探讨表演艺术的台语文化，佮有台语文学的创作。嘛有迄个台语真练长的幼囡仔，咧读三底裤看人的片底台语的八声，互咱现场的观众，佮有全世界遮的观众朋友，真正拢看到台语传落去的希望。 第23届世界台语文化营伫美国时间8月26号进行第2天的议程。今仔日的内容是讲表演艺术的台语文化，也佮有台语文学的创作。虽然方式无同，但是主要的目标拢是要有更较侪人来学台语，并且了解台湾文化。若是会当用台语表现台湾的故事，我感觉这叫做两全其美。戏剧它是一个很温柔，但是很有效果的一个传递以及沟通的方式。 要如何让现在的人有这个主动性？就是我们演好看的戏，我演有意义的戏，让大家觉得说，哎，你讲的语言很漂亮，很好，我想要知道你在讲什么。当年伫海外推动用台语写文学的台语文作家陈雷，伊是战后第一批用台语文写作的作家，伊嘛点出台语的文学创作有真侪优点。第一，任何人拢会当写，会当念。 第二，大小的题目你拢会使写，长短拢会使写。第三，用现代电脑网络的科技吼 ，Facebook、YouTube 直接作者会当播送出去，传播真紧搁真快。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伊会当甲社会口语的演化直接真紧来影响台语文学写作。 另外，现场嘛有囡仔人用台语念囡仔册，而且佫用动物的名念出台语发音，互人看到台语世代传承的愿望。听讲伊真敖乌空的，安尼阮当是飞头试啦。了后米球赛就开始练乌空，较好嘛袂搞到牛肉。好，你讲声音较困难无困难呢？ 明仔载是美国时间的8月27号，是活动的最后一天，要回顾台语运动的历史甲现况，也佫有带领大家了解台语的媒体甲节目的制作。记者吴家明、高宗仁，美国报道。